以色列的牧者带约瑟亲像羊群的，求你按耳孔听，坐伫基路伯的顶面的，求你发出你的光。伫以法莲、便雅悯、玛拿西的面前，展出你的权能来救阮。上帝啊，互阮倒转，互你的面发出光，阮就得着救。当咱三角来献开圣诗第61首，来吟诗。圣诗61首，伫一个羊调来。圣诗61首，伫一个羊调里，无药拿通用。这细汉主耶稣，规暝困静静，伫天顶种青神，地少伊面貌。这细汉主耶稣，伫困伫大草。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咱永远徛伫用书读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伫世上投胎，伫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时刻是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江中国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就是要来学咯，因为学咯的诗歌是大港节的玫瑰花。
即刻来启用，启用文第22篇，启用文第22篇，伫圣诗后壁面1039面，圣诗后壁面1039面，诗篇95篇，启用文第22篇，咱三角来启用。来啊，咱来唱歌，阿罗上主。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辖伊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鞠躬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牧养的羊群，是伊照顾的子民。我上帝通过伊的话来祝福伫咱三角来祈祷。耶和华阮的上帝啊，虽然天气这么寒，总是阮犹原要大声来喊话哈利路亚，阿罗主，因为这是你出世的节期。你放射伫天顶的阳光，为着阮降落伫世间，亲身用家己来赎回陷落伫罪中的阮，互阮有仰望，通伫你所想事的听的内面，三角做伙学习你听的道理。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圣神的引带，互阮通来成长，互阮有气力来面对恶款待的人。并且伫因的身上，犹原通看见你广阔的恩典甲创造的奇妙。用你的话语，互阮通持守蒙恩的心，脱离莫名的愤怒甲苦毒，享受伫主你内面的自由。佮照着阮无间断的祈祷，知影你的确听阮的祈祷。互阮通得到刚强，因为你看阮赢过野地的花，空中的飞鸟，你照你的方式，将所需要的拢已经传互阮，佮将喜乐灌压伫阮逐人的心内，做阮的气力，互阮拄着对头风，犹原也勇敢来向前行。主啊，你是值得尊重的，因为 COVID 所带来的忧闷甲烦恼，若是无对你遐来的仰望，阮就无法度来忍受这的一切。求你互阮有智慧来度过这个疫情最后的阶段。主啊，你的确互这个城，互伊的伤复原，佮用好的医药好医，佮将丰盛的平安甲诚实显灭伫因。主啊，求你互阮的心安静。确实相信耶和华你是公平的上帝，你掌管一切，互阮通伫你的内面全心听候你，有够野的信心。因为上帝定着咱，毋是来拄着生气，就是要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来得着救。主啊，阮但要将台湾这个岛事摆咧伫你的面前，求主你来听从，互阮的社会愈来愈好。无因为这个逐样的扰乱来破坏台湾的进步，也求主你健康听阮的祈祷，互台湾徛起的这个人，无分种族、无分职业、无分地位，每一人的真爱，伫主你所想事的智慧，甲逐样的晓悟，充满佮充满。主啊，圣诞的日子到啊，阮要因为你降临的救恩。来欢喜快乐，阮有备办，阮的诗歌，阮的表演，要伫好佮有稳定日子来时，大大来庆祝。求主你保守阮的准备，互阮伫练习当中有较深的体会，也伫庆祝的时，通将这美好的福音来传播甲见证。主啊，阮也要为遐个因为事务阻挡，无法来到阮遮三角组织。敬拜你的兄弟，你来祈求，好因为有主你的名来行通，
有主的气力来坚强，有主的恩典来得到平安，对倚靠耶和华来得到新的气力。最后，阮也将今仔日的聚会全然交托伫你的手里，求主你的圣神降临，并空阮的心来装塔，来装天属天的教导甲真理。也求主你来保守阮的贵牧师甲伊的厝人，拢得到你的祝福。愿阮的心所想的、嘴所讲的，拢得到主你的接纳。但阮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三角来祈祷讲：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就伫天里。愿的即时献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一日去，就求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只听阮祈祷，只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只听阮祈祷，只听阮祈祷，听阮恳求你声。这是要来学了。学了的诗歌是圣神的渴慕，圣神的渴慕。
哈利路亚，请来以马内利，哈利路亚。先讲来看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圣经，咱们看2节吼。第一位是伫以赛亚书第7章第14节，旧约以赛亚书第7章第14节，第7章第14节，听我来读，因为安尼，主本身要互恁一个条头，看啊，有在色女要害因生囝，互伊甲伊号名叫以马内利。第二位是伫新约马太福音第15章，新约马太福音第15章，咱要第21节看到第28节，请听我来读。耶稣对遐出去，退到伫推罗西顿的境界。拄当有迦南的妇人出因的交界，后叫讲：主啊，代笔的予的，怜悯我。我的查某囝犯着鬼真艰苦。耶稣无应伊一句，伊的学生来求伊讲，就叫伊去，因为伊伫咱的后壁伫后叫讲，伫后叫。伊就应讲：我奉册，无毋是就近以色列甲示罗的羊拿定。妇人来拜伊讲：主啊，帮助我。若是伊讲摕今日的饼迄互狗仔是毋合，也妇人讲：主啊，就因为连狗仔也会得到食因的主人倒骹吸落的饼油啊。对安尼，耶稣应讲：妇人啊，你的心大，照你所爱，甲你做成。伫迄时，伊的查某囝已经好。圣经以上，这是要来请牧师来证道。伊的题目是耶稣为拯救万民来出世。耶稣为拯救万民来出世。好了，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予咱伫金主日游玩，会通来到伫伊的十分宝座前，咱同心来敬拜。特别这2日有这个寒流来吼，所以请咱兄弟着爱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特别是咱较年长较年长的这个兄弟吼，着爱注意家己的这个保暖工作啦吼。早起甲看新闻讲有昨甲今日161个吼，因为即个心肌梗塞安尼就离开乌卡迄就是讲已经无救吼所以咱确实伫即个天气变化真大的时阵咱着爱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特别今日真欢迎咱新任的里长即个吴映伦里长甲伊的太太也伫咱的中间台语听有总是教会讲的台语可能较无共款啦所以请恁伫这中间会通甲阮同齐来三角做礼拜今天有一些原生的同学在待会会为我们献诗所以待会讲道的过程当中，我大概是台语跟国语这样子穿插让我们的同学可以也能够理解今天讲到的信息，咱这时阵同心来祈祷。怜悯的主上帝，阮伫你面前向你恳求，互圣神临到伫大会中，互阮通过圣神的引带帮赞，晓悟上帝你所启示的话语，也伫这中间，阮学习怎样跟对你的脚步来行。献上阮的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对兄弟，咱是毋是有互人拒绝的经验？我们是有被人家拒绝的经验。我相信，迄一定是互咱会感觉真艰苦心，心内也真
实在是真迫迫，甚至想要找空来秘，迄款的感受。其实咱常常会通拄着互人拒绝的对象，大概就是伫路里咧推销产品，也是讲发即个宣传单的人，也是讲坐伫路边，咱讲遮要讨钱的游民。有时阵为着要赶时间，咱有可能伫真远的所在看见遮的人的时阵，就尽量闪避啊，莫甲伊安尼面对面相拄，免得来推销产品，也是讲伊将迄个宣传单互咱，甚至有人甲咱讨钱，咱拢会去面对即款的问题。其实顶悬咱所讲遮的人，就是互咱拒绝的人。较侪拢是甲咱无关系的人啊，都是一些陌生人啊，咱甲伊拒绝，其实因嘛感觉真自然也真正常啊，因为因常常都互人拒绝嘛，甲你推销产品发即个传单互你，你甲伊拒绝，其实因真惯势啊，总是若是互人拒绝的对象是家己的亲人的时阵，咱一定会感觉真受伤。受伤到无法度讲话，被人家拒绝，特别是被自己亲人拒绝的时候，一定会非常的受伤。会记得我伫高中的时阵，我在高中的时候做过一件因为拒绝让父亲关心劝勉而爆出非常忤逆言语的事情。我的老爸特别比较关心，但是我感觉足烦的。所以讲出真忤逆的话语。这样事到当我想起来，嘛拢感觉真见笑。因为在我高二的时候，因为数学跟物理成绩不是很理想，我的爸母就帮我找家教，伫咧四界探听的过程中间，大概我这年岁拢毋是补习吧，就是家教。所以我的爸母特别去探听。找到真有名的物理的老师，甲即个数学的老师，要帮我补习。但是我对补习这样代志，其实是一直非常反感。我反感的原因是因为我读过国4班，我迄阵高中的时阵无考调，我的爸母就互我去读迄个国4班。我国4班实在真艰苦逐工拢甲你拍，逐工拢考试，所以就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对补习非常的反感。所以当我的爸母帮我找到这个家教的老师以后，我成绩若无改善，反倒是愈来愈落。因为这个真厌恶这个补习的缘故，所以我拒绝爸母对我的好意。有一天暗时，我的老爸，就来到我的房间，我父亲来到房间，特别要关心我，为什么请了家教成绩还那么糟糕？但是他那个关心让我觉得很烦。后来我就回了父亲一句话，因为那个时候我大概每个学期的学期末都是补考才顺利通关了。所以父亲觉得说怎么这样子，都给你请家教了，还要一直补考。那父亲关心我之后，我就回答了一句话说：我补考的成绩可以顺利过关，都是我作弊来的。我咧甲我老爸用啊，我补考的成绩会通过关拢是我去做拼来的。我永远无法度袂记得阮老爸迄时阵的表情啊。迄是一个真失望、真艰苦心的表情。然后就应我一句话讲：自己要走的路，都是由自己去决定的。家己要行的路，拢是家己去决定的。所以迄阵我听了嘛，感觉真艰苦心，无奈应阮老爸安尼的话亲像安尼，伫信仰的顶面，咱嘛捌有拒绝上帝，也是讲互上帝拒绝的经验。
总是伫这个经验中间，咱到底学习什么款的信用功课？是正面较侪过伫负面，还是讲负面较侪过伫正面？咱拢知影，上帝是一位满有计划的全能主宰，伊会照家己的步数来立你，会按照自己的步调来设立，互这个世界会通依持应该有的特殊。也既然耶稣是上帝的囝，伊也会照上帝的方法，就是照伫家己的计划来做代志，为着要成全上帝的心意。这拄是今日经文中间，当耶稣来到伫推罗西顿的境内的目的，因为伫即所在的确着爱行一项事，迄项事是真要紧的事。就伫耶稣传道的过程中间，伊拢会特别安排，互家己会通离开人群，家己一个人到伫旷野的所在，还是讲无人聚集的所在。一方面是因为耶稣伊嘛是血肉之躯啊，伊嘛是人，所以经过真久长的时间的操劳服侍，伊的身躯检测嘛感觉真亚善，所以耶稣也需要休困。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伊爱安静心来甲上帝亲近，通过祈祷会通真心来得到快乐，免得众人甲伊即个拥护的声音，甲世俗的试探引诱，互伊袂记得伊来到伫即个世间，上帝互伊的使命。来检测耶稣退到伫推罗西顿的境内，还是讲城外，是挑故意安排。耶稣退到推罗西顿是耶稣刻意的安排，因为这是外邦人的土地，外国人啊，他是一个外族人、外国人所居住的地方。一般的犹太人都不会想要跟非犹太人交往，因为这个民族的关系，这个犹太人无愿意跟非犹太人来往来，免得因为甲这个外国人有密切的接触，互家己无圣洁。所以耶稣伫这个所在，为着无要互群众来搅扰，伊才选择来到伫推罗西顿的境外。伫这所在，伊会通甲上帝有真直接的连接，会通安静心来听听上帝的声音。诗人捌甲咱勉励讲，伊讲，拢真正就知我是上帝。在中文圣经提到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在这里休息的意思是什么呢？休息意思除了是放松之外，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放手。休息是为了要放手，除了要我们知道上帝永远是掌权者之外，更是要提醒我们上帝的旨意必然成就。也就是说，我们放手让上帝去成就他的心意，而不是一直紧紧抓住，免得上帝无法做工。一个服侍者若唔知影转来到伫上帝面头前来休息，伊唔但会感觉真野善无气力，佫较会掠家己是一个救主。如果我们都不肯休息，然后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都觉得说自己可以掌握，那么我们自己就是救主，因为我们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来解决。虽然我们知道休息是这么样的重要，但是有时候天有不测风云，咱常常讲计划永远跟不上变化。生活当中总是有许多难以预料的事情突如其来的发生，以至于我们必须要坦然面对，并且要想办法解决。拄到代志就是要解决，毋是讲就放互伊准拄煞。我的爸母常常拢甲我教导这样功课，
遇到事情面对解决，不是逃避啊，所以就是耶稣决定退到伫外邦人的土地，要利用时间来休困的时阵，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人就对城里出来，然后伫遐话讲：主啊，大伯的囝怜悯我的查某囝互贵妇生真艰苦。这个妇人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由此可知，他对耶稣有深入的了解跟认识，知道他就是弥赛亚。因此，他希望自己的女儿有机会可以透过耶稣来得到医治。但是，咱看经文的记载真有意思，在这里，耶稣一句话都不回答。有人给咱拜托，结果咱无要插伊，一句话拢无要应。对这个妇人人称耶稣，或者是大伯子孙，咱知影讲，伊真正知影耶稣会通医治伊的查某囝，但是耶稣既然一句话拢无应啊，检使咱会感觉耶稣那样冷淡无情，怎么会这么冷酷无情，又没有礼貌？人咧甲你讲话啊，你拢无要应。这个妇人人这样迫切的哀求，却一点反应拢无。这甲咱所理解的，耶稣是一位满有慈悲、怜悯、阁有疼、阁有慈爱的上帝。这款的形象好亲像无啥共款，就亲像拄则咱所讲的，犹太人为着要避免甲这外国人接触，互家己无清气，地教家己无清气，所以因会挑故意闪避这外国人，会远避这些外邦人啊，免得因为跟他们接触，让自己不洁净。所以咱看见这门徒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伊就提醒耶稣讲，不要再跟他，在那边底下咯咯甜啊，避开这样子的一个人。避开这个妇人，所以这学生就要求耶稣打发他走，莫互伊搁伫这个所在，免得互因无清气。所以耶稣就顺着门徒的意思，开嘴这个妇人人讲，伊讲我受差派，只是要找以色列家失落的羊。我奉差遣不过是为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但是咱看这个妇人人无死心，伊犹原不断向耶稣恳求，伫遐讲：主啊，请帮赞我。检使咱看到这个妇人人一直咧恳求的时阵，耶稣可能嘛心会软啦，就这样子出了怜悯的心，一直求，好吧，我就帮忙。耶稣有讲一个譬如啊，有一个做官的。有一个人一直去甲求，感觉足烦的啊！讲规气好啦，我来甲你斗相共，免你一直甲我烦。所以耶稣有可能因为这个妇人人一直甲伊恳求，所以他动了慈心。因为耶稣捌安尼讲，伊讲凡祈求的就得着，家己求的就会通得到。但是咱想袂到，讲耶稣既然应这个妇人人讲，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其实犹太人常常用狗啊来比喻这个外国人，迄狗啊是用野狗，因认为外国人好像是野狗共款，四界安尼去食路边的物件，足无清气的。这个犹太人用野狗咧讥刺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是无清气的人。但是耶稣伫这个所在，却是用厝内所饲的 puppy， 就是宠物狗，来应这个妇人人。所以有这个圣经学者就认为讲，耶稣不是挑故意，不是要去数落这个妇人呐。而是要测试这个妇人的信心，所以伊毋是用野狗，伊是用迄个
宠物狗，表示讲耶稣嘛是真疼惜这个妇人人。所以而且耶稣可能是用迄个公生笑的口气来表达这个意思。伊有讲，大生这个弥赛亚所要享受的福气，应该是犹太人得到的，毋是外邦人。但是，互这个外邦人，啥物拢无得到，可能嘛毋是耶稣的心意。所以，当耶稣讲，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可能毋是耶稣伊的心意。这是一句迄时阵流行的谚语，也是格言。我相信真侪人伫咧听耶稣即款的应答以后，就是讲，互耶稣拒绝以后，有可能就是选择讲知难而退啦。规矩离开啊我莫阁伫遮。甲耶稣割甜，我们就知难而退吧，免得互耶稣，讲迄个搁较侮辱的话，但是这个妇人人并无死心，迫切的恳求下面，搁再一摆求耶稣讲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这妇人人表示讲。世事是春的啦，剩余的恩典也是一种恩典。只要他的女儿能够得到痊愈，他甘心领受这剩余的恩典。耶稣因为这妇人人的信心，所以决定将原本大生要予犹太人的恩典，也赏赐给这个外邦人。虽然伊对耶稣的认捌有可能只是听讲，听人讲，听说而已，但却比那些精通犹太律法的犹太拉比更加的精确。这个比非常的钻研这些圣经，但是他对弥赛亚的认知却是一知半解。所以耶稣就对这个妇人人讲。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说的、所要的，给你成全了。经文尾后的记载是讲，从那时候开始，他女儿就好了。到底是什么时阵好的？圣经学者就会研究这啦。到底是耶稣说你的女儿得到医治了的那一瞬间，他女儿就好了，还是等到他回去到他家里去看到他女儿的时候，他女儿才好？其实这不是真要紧的代志。我讲有当时圣经学者就是研究太多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说，因着信心，这个妇人的女儿就好了。然后这伫咱印象中间，也是讲咱伫咱的经验中间，上帝是一个真冷淡无情，也是一个满有慈爱的上帝。咱为什么会对伊有这款的感受？检说有人会认为讲上帝是冷淡无情，有人认为上帝冷淡无情，是因为他们的祈祷跟请求常常被上帝拒绝，或是被上帝忽视，以至于他们无法去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和安慰，所以他们认为上帝是冷淡无情的。相反的，有些人认为上帝是蛮有慈爱的，是因为他们常常经验上帝奇妙的带领，又领受他的恩典和赐福，所以他们认为上帝是蛮有慈爱的。其实每一个人对上帝的感受都是一种真实的生命体验。我们不能说谁的感受是对的，谁的感受是错的，谁的感受是真的，谁的感受是假的，因为这是真实的体验。对今经文中间这个迦南的妇人人，因为耶稣请求，煞予伊拒绝这款的遭遇，若是咱是这个妇人人的时阵，咱有啥物款的感触？我相信咱心内一定感觉真受伤、真艰苦，甚至会因为安尼大受气。台语是讲见笑转生气嘛。有可能心内安尼想。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帮忙就不帮忙，我才不稀罕。当时咱请求人甲咱斗相共的时阵，伊就甲咱拒绝，有可能咱就是安尼讲啊，有什么了不起？不帮忙就不帮忙，我才不稀罕。我可以自己来。当时咱就是互人拒绝的时阵有这款的心态。只是这个妇人并没有被耶稣拒绝而就此作罢。因为在他的认知里，耶稣绝对是一位蛮有慈悲怜悯的上帝。有影，耶稣就是为着要拯救万民来出世的救主。伊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万民会通重新跟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就亲像最西的人，诗人在诗篇第145篇第9节所说的：“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耶稣就必得也真正确来确定这样事。所以有指出，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上帝的心意，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既然咱拢已经知影耶稣是为着拯救万百姓来出世，这个福音，并且也愿意领受这份恩典，来享受顶头生真做上帝儿女这个喜乐的活命，咱就有责任将这个救命，也是讲救人的福音分享给家己的亲人朋友，特别是伫这个圣诞节，咱讲是一个分享疼的节期内面。圣诞节是一个分享爱这样的节期，所以在圣诞节我们常会收到圣诞卡片，我们会收到圣诞礼物。身为父母亲的人也会送礼物给自己的小孩，这是一种分享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或许我们会担心跟亲友谈论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而被拒绝或是排斥。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去分享圣诞节真正的主角，还有它的意义是什么。现在这个世界，所有每一个人，每一个所在，都在庆祝圣诞节。伫几礼拜前我嘛讲啊，咱的邦桥，新北市政府有欢乐耶诞城嘛，但是在那里面看不到耶稣啊。因为他不是欢乐耶诞城的主角，但是伫教会内底，当咱咧讲圣诞节的时阵，啥人才是主角？耶稣才是主角。咱有咧讲无？咱有咧甲人分享，耶稣才是圣诞节的主角无？伫2礼拜前，12月初4，2个礼拜前，我因为担任义理教会的小会议长，所以我必须去那个地方主持圣餐。圣礼典还有洗礼。伫迄天有一个姊妹，有一个姐妹接受成人洗礼。在我跟她聊天的过程当中，她跟我分享到，她是如何来到教会的。她说她一开始是一个很敬虔的佛教徒，吃斋礼佛，然后精通佛法。后来是因为嫁到夫家，伊的丈夫都是教会的人，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就跟着丈夫有机会来到教会里面。一开始她对基督教也是完全都不知道、不清楚，但是就是在每个礼拜，她跟先生还有婆婆来到教会参加礼拜，慢慢的她去感受到，这个教会的气氛是跟一般的团体不太一样。接着就是她开始接触到福音，她慢慢的也从婆婆的身上，还有教会弟兄姐妹的身上，去经历到上帝的爱。也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后来她决定就是要进一步的来认识这个信仰，而最后她就决志说要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她是一个非常积极
想要认识这个信仰的人，他每天都很认真的在读圣经啊。甚至他会拉着他的先生，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他的先生被他弄得非常的不耐烦。他先生是已经好几代的基督徒，他觉得读圣经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对于这个初信者，他非常渴慕，想要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个信仰。在上个礼拜，我们教会有举行洗礼，还有圣餐、圣礼典。在礼拜当中，我们有一位青年，北医大的学生，赖义晴，在咱教会咱知影，有接受圣灵洗礼，他接受了成人洗礼。他是去年的4月份开始出入我们的教会。他是受到水川长老的邀请，才来到我们的教会参加聚会。起初，他跟水川长老其实是一起到双联教会学习台语文呐。他们是这个台语文的同班同学。然后后来水川长老觉得说，你要学台语，还有个地方也可以让你学，就是长老教会。因为长老教会一般礼拜都是讲台语，然后他透过这个参加台语礼拜的时候，他大概也是可以在这当中学习台语。所以水川长老知道他是北医大的学生之后，就邀请他来我们教会。后来他也参加了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学青团契。其实他在决定要受洗，是经过一番的考验之后才付出行动。我是今年9月开始就帮他上那个受洗初信者的慕道班的课程。是他主动跟我提说，他想要先上这个课程。上完课之后，他说给他一段时间思考。让他好好的想想他要不要接受这个信仰。后来他经过了2-3个月之后的思考之后，就决定说好，我要来受洗成为基督徒。下次有机会，我会邀请他在礼拜当中来分享他的经验，为什么他要接受这份信仰。从上面这2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若是咱无将福音分享给家己的亲人朋友，因为有可能一世人拢无法度知影，家己嘛是踮伫上帝计划内底所要拯救的百姓。好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拢无人传，哪会听到？若没有人去传，怎么会有人听到呢？这2年来，咱教会每一季拢有举办福音大会，目的是望通过兄弟姊妹邀请家己的亲人朋友做伙来参加，也通过这个机会会通甲因分享福音。虽然这2年来因为疫情的缘故，咱前后咱是每一季1摆，所以2年应该要有8摆。但是疫情的缘故，所以咱只有举办3摆福音大会。很可惜的是，只有在第一次秀玉姐有带伊的同事来参加，另外2摆拢是教会的同工、长执，也是讲兄弟参与。这已经可惜了。所以尾后这2遍，我拢甲同工讲，不要灰心，没关系。因为或许我们可以先自己操练。刚才是上帝知影咱还未准备好，所以还未将迄个会通收割的对象赏赐予咱。也检测是因为咱对耶稣是为着万百姓，为着要拯救万百姓来出示这个福音，无感觉，真自然啊。好像我拄则讲，义理教会迄个姊妹因先生共款，几哪代的基督徒，他们认为福音就是这样，没有任何的感觉。所以无认为有必要真积极去分享福音，给遐也未得救的人。其实我们都要学习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是欠福音的债，咱欠福音的债来自我宽免。因为咱受耶稣差遣的目的是为着要传福音。保罗先生伫罗马人书1章第14节到15节安尼讲，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咱是不是拢有感受到，咱是欠福音的罪？伫耶稣喜爱一切世件，这个儿童的诗歌中间有讲起，耶稣喜爱世上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无论红黄黑白中，都是耶稣心宝贝。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咱对这首真简单的歌会通知影，世上所有的人拢是上帝所疼惜，拢是上帝要拯救的对象。就好像使徒约翰所讲的，上帝疼世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啥啦？作者要讲上帝疼世间，因为世间是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当然是疼惜这个世界，包括所有世界每一个人，所有世上的每一个人，不管红黄黑白中，都是耶稣心宝贝。这段经文是咱拢真熟的经文，但是咱是毋是有安尼的信靠？然后这金主日是大港节第4主日，当咱点到第4期代表启示上帝听的蜡烛的时阵，就是免所有的人宣布耶稣为着拯救万百姓来出世的好消息。伊为着要通过家己的性命来显明上帝就是一位满有怜悯慈爱的上帝，也要通过家己的性命来成就上帝拯救世间人的计划。也咱拢是这项事的见证人，我们都是这件事情的见证人。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心智？就像保罗说的，我们都欠福音的债。求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和勇气，让我们都愿意邀请自己的亲友来认识这位救主。过来后主日就是咱救主圣诞的赞美礼拜，咱也有机会会通邀请咱的亲人朋友做伙来认捌这个圣诞节的主角。伊的降生到底为着什么款的缘故？是要来拯救什么款的人？请咱同心来祈祷。怜悯的主上帝，阮感谢你，通过你的怜悯，互阮有机会会通认捌你。特别是伫这个大港节第4主日，阮知影你通过救主耶稣基督，成做一个启示，就是通过伊的道成肉体来到伫阮的中间。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可以看见上帝，你是这么样的疼爱世界，疼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我们知道我们过去的日子都偏离了上帝的心意，然而我们都仍然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是要被拯救的对象。只要我们打开心，愿意接受耶稣成我们救主的时候，这一份来自于天上的礼物就要赏赐给我们众人，使每一位领受这一份恩典、这份礼物的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都重新与上帝连结。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的心意，我们也能够明白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主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伫这圣诞节的节期中间，阮也知影爱去分享这个大欢喜的好消息。阮知影伫阮的身躯边也有侪侪亲人朋友，也未捌耶稣基督。望阮拢会通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阮拢欠福音的罪，互阮有这款的心志，愿意来去分享福音，去分享上帝的疼。就伫这个充满疼的季节中间，我们若去分享礼物，我们若去分享卡片，更较要紧的是，
怎样分享这位通过圣性的感动，降生伫马槽内面的救主耶稣基督。伊来到伫阮的中间，是为着要互阮真心甲上帝和好。主帮助阮，互阮拢会通掠着即个应允，也愿意甲阮的朋友、亲人分享，互因也会通过安尼得到你所想事各种的福气。献上阮的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是过来吟诗，圣诗536首，圣诗536首。天顶大开恩典的门，天顶大开恩典的门，内面阳光照出来。这光是主十架的光，显明救主大仁爱。至大救主无穷恩惠，这门真正为我大开，为我，这门为我大开。遐大起立来吟全首。天顶大开恩典的门，内面阳光照出来。是主世界的光，显明救主大仁爱，直到救主无穷恩惠，这门真正为我打开，为我，这门为我打开。这最温暖的是打开，看到万人的亲人，我们老友应该富贵，也来的主下追问，直到救主不求恩惠，这门人家为我打开，为我，这门为我打开，咱着互他真正无惊，日子去着阮的梦，为是一个对主来行，救主受死的阳光，直到救主不求恩惠，这门真正为我打开，为我，这门为我打开，我着甘愿陪主世界，已经过好就放下，日子底下要给上帝，我祝福到万世，直到救主阮着恩惠，这门真正为我打开，为我，这门为我打开。遮济，即时要来奉献，请一分跟走好。
请大家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较济，这是要请原生同学要来献诗，伊要献2首，一首是《翕相看面记》的手，就是听我愿意。
都有其他的活动吼，所以因为这个教练肖老师，伊讲爱先带因转去学校吼，进行后一个段的遮的课程吼，伫遮讲要先翕一个我相吼。好，郑重地感谢大家。我念到名字的同学就留在原地哈。金佑义、金嘉怡、史祥恩、古洛克，还有湖南。教会伫每一学期拢会鼓励学生将这个奖学金颁予因互因会当搁较认真因的课业顶面原生的学生嘛是有开放这个奖学金的机会，互因拢会通有5个名额啦，因为教会个人无遮尔济机会啦，所以咱有开放5个名额，互遮的原生的学生所以我们就将这些奖学金就是颁发给这些同学借此鼓励又还有感谢上帝啦哈，愿上帝保守因伫未来道路，互因拢通开阔因家己的路途。倒来，咱来个来报告大声，咱来念咱今仔日本周的金句。咱台语免读2遍，华语要读1遍。咱3个来，敬畏伊的人，伊会互因的心愿实现，搁会听因的求救来拯救因。诗篇145篇19节，一摆，敬畏伊的人，伊会互因的心愿实现，搁会听因的求救来拯救因。诗篇145篇19节，华语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诗篇145篇19节。好，咱大家来看咱的关渡家训第3面。今日主日是大港节的第4主日，由新住民代表来点导咱第3期的6节，来表示启示甲主听的6节。请兄弟准备先来迎接救主耶稣的降临。咱也感谢咱延伸国际学院的学生伊伫咱的礼拜中来献诗。愿上主纪念因的服侍，也带领因学业精进。今日咱念伊有要来颁咱的这个中等以上的学校的奖学金有以恩、子怀、子恒、子超2个以恩然后包括是刚才那个原生的同学咱来恭喜因。过来咱阿西姐，咱境的阿西姐伫12月17号顶晡8点13分，按孝主怀，求主来安慰伊族，请兄弟为着因来代祷。咱伫后主日特别注意后主日，咱的财务要来关销，所以咱要来申请费用的当天，咱就请的确伫后礼拜进前提供咱的单据，互咱的财务部来办理。并且互各堂客，咱也爱缴回咱年度的结存金。有登记，咱后壁有登记花债是爱餐的兄弟，请到莫袂记，也将你登记的日期的风险来交互财务来结算。
中青团契，咱伫过来下拜三吼，上午要来聚会，内容是淡水教会河美街医馆的参访，欢迎兄弟踊跃来参加。要参加的，咱会用咱的正道长老来报名。伊伫拜三的顶晡9点20分，会伫淡水捷运站的出口来集合。拜三的查经祈祷会，查经部分是牧师来主理。祈祷会祈祷会部分是水泉长老来主理，欢迎兄弟咱三角来，咱用祈祷来起造合一的教会。也未领取咱明年度台湾税的即个月的兄弟，咱以每一户这个单位咱来招待都遐摕免客气才来摕。后礼拜是咱的圣诞的赞美礼拜。会后，咱中昼咱要自餐，咱要自餐。伊的所在是伫辉煌高尔夫球场伫咱这个靠近红树林迄边遐即个要参加的兄弟也有机会最好就是礼拜咱也阁有机会你若袂记哩也是较紧来等最后机会来报名。过来，无伫这球部我补充者，就是咱。12月24号，咱普通咱拢有报佳音，就是因为今年的报佳音是伫拜六那拜六暗时因为圣歌队要练歌，所以咱提前所以咱下晡来报佳音所以阮准备是下晡4点要伫教会来出发，所以咱3点半来教会集合，咱小锻炼一下咱来去报佳音然后转来之后，咱做伙食暗顿。过来咱时班，咱圣歌队的队员就留落来继续锻炼，伊明仔载赞美礼拜要爱锻炼的诗歌。欢迎兄弟有闲拢三角来报佳音互咱的这部顶拢充满福音的这音乐。过来第5面的这个奉献的报告，大家家己来看若有出入免客气来用咱的财务部来订正。那下周的书会咱是2顿合并所以下周的书会是陈恩执事，书勤是全学生，那书献大家来准备心这些服侍人员大家准备心，请牧师来补充。后礼拜咱是2场礼拜合做1场，所以请特别注意，咱是9点半开始。后礼拜是9点半开始礼拜，所以毋通10点半才来，10点半才来可能已经结束啊后礼拜咱合场的礼拜9点半开始伫遮来做补充报告。过来咱报告第2项应该是第4期垃圾啦第4期我袂记咧改咱即几年拢有特别邀请拄拄伊是这苏美姐会出来印尼的即个新住民伫咱教会出入真久长的时间自从迄个区牧师娘然后区牧师个金玲兄过来即马是小米姐拄拄来这边10几年了嘛在关渡教会11年半了嘿，你也听了很多福音了好，咱真多谢拄拄即几年来拢会替咱点蜡烛愿上帝保守。咱过来是颁发奖学金的部分咱家教会请咱有在场的会通出列彭以恩、洪子怀、洪子恒、林子超、郑以恩，无来是家长要甲领去阿嬷来领啦以恩阿嬷来领。子超是啥？妈妈，领先煞开开。
咱每一个学期拢会鼓励这学生吼，咱来颁发奖学金，互因会通搁较努力吼。咱所敬听也是这伫昨早起已经安歇主怀吼，搁来是伫什物时间来办理即个个别礼拜，下晡会甲家属来做讨论，检测后礼拜就会牵即个时间，请咱特别为着即个家族来代祷吼，愿上帝怜悯喜乐伫因的中间。好，咱今日要代祷的家庭吼。哇，真长啊！范仲兄甲苗美姐啦，咱为着即个家庭，甲伊的后生杰涵新妇雅慧，搁第二后生维宁，第二新妇是介宇，甲伊的孙，这4位孙咱求上帝特别来保守看顾特别来为着妙美姐祈祷啦伊的身体有较衰烂，较衰烂好，过来咱的第二项是为着阿西这个家庭代祷啦求主来安慰英生兄，甲3个囡仔，甲1个查某囝咱求主来保守，互伊过来要办理的后事拢一切拢顺利毋知迄个思雅伊伊的情形好袂？顶礼拜甲伊祈祷，讲迄个诺罗病毒，拢好势啊感谢主，对啊，即个艰苦一礼拜啊，好咱今日也特别欢迎迄个新任的里长即个吴颖伦因为伦里长甲伊的夫人咱来做欢迎伊拜五有来甲牧师拜访啦嘛有讨论一寡将来咱教会会通甲你社区有啥物款合作的即个事工求主也特别来带领伊即个新人拢毋捌毋捌啥物理的代志拢望会通互伊愈来愈熟练啦越来越熟悉整个理的这个事工好，咱嘛是替新任的里长甲伊的家庭来祈祷特别是伊的太太即马有心啦已经8个月了嘛，8个月了准备要生产求主也保守看顾，互伊会通顺利来生产，囡仔甲即个妈妈拢健康好，咱即时阵就起立为着咱范仲兄的家庭搁是这个家庭咱的新任里长吴里长的家庭上要紧是咱后礼拜这圣诞节的活动拢会通顺利来代祷。为上帝，阮伫你面前，求你上帝错，你听，阮在中间，基础，上主上帝，阮现在是为着阮教会遗体摆在阮的祈祷，为着范仲兄、苗美姐因的家庭来祈祷。主求你特别来施恩祝福伫范仲兄伊所经营的事业，也保守伊的囝儿互因无论是伫国内也是国外的上帝你拢甲因同在将你的稳定祝福伫因的心上，也保守互因每一工
拢会通经验上帝你丰盛的赏赐。阮特别为着苗美姐伊身体的衰烂，求主你来医治看顾，互伊也会通伫即你为备办的日子中间，拢会通好顾惜伊家己的身躯。当阮为着阿师姐伊的家庭摆咧阮的祈祷，求你的怜悯、你的安慰，施落伫阿师姐的家庭中间，特别甲因生兄同在。甲伊4位儿女的身上，甲囝儿孙的身上，互因伫国内所咧办理一切后事，上帝你甲因同在，互因拢会通得到安慰。阮也为着新任的里长吴年长，甲伊的太太来摆咧阮的祈祷。感谢你，互阮会通过因伫即个福德里的服务，也会通利益伫阮整个里面。求你赐予伊有智慧。互伊有才能，互伊过来所要办理各种的事务，拢真正会通，互整个的你搁较活动起来，搁较会通有侪的里面来甲伊支持。阮特别为着后礼拜，阮圣诞节的时间，求上帝你来带领。无论是拜六，阮的报佳音，还是主日礼拜。阮礼拜了后的爱宴，拢求上帝你特别施阮看顾，互阮通过即个圣诞节的活动，也会通将上帝你的听分享出去，也互人拢会通领受福音。阮安尼献上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拜三迄个相亲团契的聚会吼。咱是10点伫淡水教会开始，所以若是有要家己去的，请咱10点进前会通家己去到伫个所在吼。若有要开车是安怎，我甲拜托迄个电牧师，互咱会通停车吼。若是要坐捷运的，咱就是9点20伫迄个淡水捷运的出口的所在吼，捷运站的出口，才做伙去到伫淡水教会。好，以上。来吟祝福的诗歌，第395首祝福的诗。吟诗了后，要请牧师来祝祷，请大家起立来吟。只想提杯感谢你，是你引导我的生命，醒来最后的你的天，你祝我的那的生存，那你所求我面前你，你的心来给我背景，很知你来最后我有你在梦那你的我的歌，那美是啥叫做主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性的相通的感动，甲恁众人常常三甲伫地，对即事直到主国来，阿门。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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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请坐，别倒。